大家好，好多謝大家一齊咧睇我哋小腳先生一步步。咁今次咧同大家一齊介紹咧 Kitty Dog 嘅第5輯超好玩嘅互動知識書。哥哥啊，你呢一套書咧知道我哋今次嘅主題係講咩嘛？Pirates 同埋 Medieval Time。係啦，我哋今次咧就係睇海盜王國同埋咧古老嘅城堡，其實真係 Medieval Time 啊嗰啲嘅時候啦。咁呢一套書咧又係 Kidsread 嘅新書，咁咧就係國語嘅音檔，咁啊又係咧有 Luca 同埋咧小馬同大家一齊咧用故事嘅形式咧去睇呢兩個主題喎。咁啊新書咧就吸引咗Baby Moo 同我哋一齊睇啦。咁啊今次咧好快同大家一齊咧睇一睇一本書嘅內容啦，聽聽嗰個情景故事，全本書所有嘅機關揭頁咧都可以點讀。一啤呀！係啦，然後咧每一個角色咧，就算你睇下啲船，大家就唔會陌生啦。即係嗰隻海盜船入邊咧，每個人咧嘅對白都唔同㗎，咁所以咧有好多互動嘅知識書喺呢一度，咁啊見到好多嘅主題。咁啊而家開機同大家睇下先。咁啊長按咧嗰陣就會開咗部機，呢個係新嘅點讀開機聲音。你有冇聽過啊？有。你中意長呢首定係短呢首啊？你第一次聽係咪啊？係。好大家Baby Moo同大家一齊點一點。好啦，我哋同大家一齊睇下咧呢一套書先啊，好嘛？睇 Pirate 先好嘛？幫我點一點個點讀有時 Reading Key， 我哋就開始啦。唔該。好，咁啊 Kitty Dog 咧係一套法國嘅書籍嚟嘅，法國嘅出版社出嘅書啦，已經去到第5輯㗎啦。咁啊每一個故事咧入邊都會黐住個小卡，呢個小卡咧就會將成個故事帶晒出嚟啦。咁就係同大家一齊聽下 Kitty Dog 呢套書咧係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細細聲咁樣咧聽埋呢個故事先，因為咧呢本書嘅情景故事咧，如果你用全書朗讀嘅話咧，呢一個按鈕咧就會有主題曲啦，然之後咧前邊咧就有呢一本書嘅情景嘅一個開始，因為如果點咗呢度嘅話咧，就會由呢一本書加勒比海盜後邊呢度開始啊，因為佢哋講緊咧，佢哋要諗topic 去做 project 啊，咁啊好快俾大家聽一聽。呢一套書咧點解同其他書有啲咩分別咧？科普書好多噶嘛，買好多呢啲知識書。咁呢一套嘅特點咧，就係用咗一個好似家庭啦，嗰兩個小朋友嘅對話或者問問答嘅形式咧，就將成本書所有嘅嘢融入埋一齊。好啦，嚟啦，好似咧我哋細個咧聽廣播劇嘅劇場故事嘅感覺咁。盧卡拿到劇團公開徵求臨時演員的傳單，原本滿心期待要去應徵。結果劇團的傳單上要求應徵者先自拍一段影片寄去，內容可以自由發揮。若是影片獲選，就能得到面試的機會。盧卡想了又想，要拍什麼樣的影片才能獲選呢？好啦，咁佢就要諗下拍咩影片咧？咁聽到 drum 呢一聲咧，就係揭頁嘅聲音啦。咁佢用全書朗讀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全部一齊。你拍咩內容啊？小馬，你看這個。佢攞咗個好大嘅藏寶圖出嚟啊！這是地圖嗎？對啊，加勒比海的地圖。這片海域是18世紀海盜主要的活動範圍。那時候來自歐洲的海盜在這裡搶劫滿載珍貴物物的商船。喺歐洲嘅商船，海上惡棍。佢又講啦，海盜喺邊度嚟㗎？海盜不只是攻擊、搶劫船隻，幾乎什麼犯罪勾當都敢做。為什麼還這麼受歡迎啊？在海上冒險，多麼緊張刺激啊！自從看過這一檔之後，我就一直很嚮往海盜。佢好向往，佢向往。你是說史蒂文森的海盜小說嗎？沒錯，據說作者史蒂文森的靈感就是來自17、18世紀的海盜冒險故事。但故事是虛構的吧？
真实的海上冒险会这么有趣吗？才不是虚构的呢！当时的水手也这么认为哦。一般水手必须遵守严格的船上规矩，忍受恶劣的生活條件，所以有些人決定去當海盜，夢想能過上更自由、充滿冒險的生活。咁啊，點解咁樣俾大家睇下咧？就係、哇，佢咧好好咁樣咧，將呢一本書嘅每一個小知識、每一個 category 嘅地方咧，串連咗一個對話嘅形式。等咧小朋友知道啊，一路睇嘅時候，佢講海盜係點樣深入手嘅咧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譬如幾時開始有海盜啦？呢、一個就係當時嘅藏寶圖咧嘅地圖啦。跟住咧啲海盜喺邊度出沒啦？然後有啲咩特別嘅書啦？以前會令到大家咧都會中意討論或者會嚮往嘅。咁啊，一試下俾大家睇下咧每個地方嘅點讀佢咧。跟住咧又會話俾大家聽。搶來的船就是好啊！搶呢隻船翻嚟。這艘船取個名字吧，那就叫加勒比噩夢吧。呢個人做咩啊？舉晒白旗救命喎！啊！救命啊！我在這裡，誰來救救我？喺呢度咧。跟住咧又見到有單軌嘅啦，有雙軌嘅帆船啦。天氣真好啊！這呢，我們要去哪裡呀？牙買加吧，看船長心情。咁一路咧，佢呢套書佢會講啊點樣可以成為海盜啊，咪聽下咯喎。咁我中意短情景故事嘅，大家咧想選普通嘅地方都冇問題嘅。沒錯，加勒比噩夢是3桅戰艦，可以配備大炮，船艙也很寬敞。重點是航行快速又靈活。哎，盧卡，你越來越會製作道具啦！因為佢哋呢排咧成日都係做道具啦、搭配適當的劇情啦，咁樣就係帶領大家去有一個唔同嘅題目。冒險氣氛滿點。我還在船頭設計了裝飾雕塑，船尾咁我好中意呢套書咧，就佢成日咧一反轉咧，後邊都係雙面印刷咁樣。酷哎！那紙上畫的這些人物呢？故事中的角色啊，我正在設計人物造型。這麼多嗎？有好多，原來佢又話佢又用阿 Luca 係話有好多人物造型㗎，跟住就開始講有唔同嘅人啦，有海員啦，有瞭望員啦，佢用嚟幫手睇水㗎啦，睇下天氣啦，或者睇下有冇其他情況俾人攻擊啦。喂，瞭望員，看一下船長靠岸了沒？佢叫佢睇咯喎。啊，我哋嘅船可以靠岸未啊？哎，小子，別偷懶！冇偷懶啊，因為佢哋咧要喐嗰個帆咧去改變方向啊。喂，要不要下去抓魚？今晚加菜。好，呢個係咩嚟㗎？好有型喎！我仔最中意呢個。咁啊，你會見到咧，佢哋每個海盜咧，咪有海盜嘅徽章噶嘛？咁啊，去到最後尾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叫小朋友咧自己整自己嘅海盜旗。咁樣呢一個城堡嘅呢一度咧，最後咧係會叫小朋友咧自己整自己嘅徽章噶。咁我好快速同大家揭一揭，咁啊點樣成為海盜啦？然後咧最搞笑咧就係呢個海盜守則啦。咁啊，譬如唔遵守守則嘅海盜會點樣啊？會俾人打，會受懲罰噶。媽媽，什麼事？今天晚餐你們想吃什麼？我們晚上叫外送。我想吃上次點的那家烤雞店。啊？但是那家店只有雞肉，我想吃海鮮燴飯。海鮮和烤雞啊，女仔可唔可以做海盜㗎？好難選啊！那就投票吧。好誒，跟海盜一樣。個海盜又會投票啊！船長說了算。才不是呢！海盜船上的大事由船員們投票表決，海盜船的船長也是船員選舉出來的。所以船長一定係要大家咧都好信服嘅人先可以做船長㗎。換船長。哦，盧卡對海盜很了解呢。做了不少功課吧？要投票啊！資料，我想要自己寫一個故事，自導自演，咁所以咧？短片，戲劇劇團。
可以咧引發咗 Luca 咧自己去做一個少少嘅影片。海盜船長制定的一套規則，用來規範船上的生活。據說全部都可以點到，跟住又可以貼。會被鞭打，甚至判處死刑。佢本來就唔係咁。太嚴苛了吧！睇下，佢本來冇咁多珠寶噶嘛，嘿，你邊度帶晒上身啊？到荒島上，用嚟咧向其他人炫耀啊！海盜守則一般會有哪些規定呢？比如說禁止偷竊、抽煙，要每天保養武器，8點之後好多嘢做㗎，好多嘢做㗎。真的很像生活守則，我還以為會有一些奇怪的規定。我記得有些海盜船會在守則中規定禁止女性上船。禁止女性上船啊！太不公平了吧？難道那時候都沒有女海盜嗎？船長咁厲害啦，咁佢間房會有啲乜嘢㗎？做一個好嘅船長需要做啲乜嘢㗎？女海盜，比如安妮和瑪麗。那我們就演他們的故事吧。Luca，我們躲在這裡真的可以嗎？相信我，我最會玩躲貓貓了。船長一定想不到我們會躲在他房間。Luca，好搞笑啊！真的咁啊，見到咧以前嘅時候咧，就因為有海盜啦，跟住所以好多地方嘅嘢都會有。咁我點解會同細路仔講海盜咧？我哋而家住喺新加坡啦，其實咧喺馬來西亞沙巴咧，其實係仲有海盜㗎。咁啊有時同小朋友講起呢樣嘢嘅時候咧，咁佢就覺得好有興趣喎。咁啊，我哋去揾啲書睇啦。哇，多數嘅書通常都係英文嚟嘅，咁所以有呢個中文版咧都好開心。咁啊，國王點解要請一啲人嚟幫佢搶嘢咧？國王在什麼情況下會僱用私如果你律者？點呢一度嘅地方咧，佢就會咧有字讀字。如果讀空白嘅地方咧，就會係一啲嘅背景音樂。如果係要咧情景故事嘅話咧，就要點翻頭先咧情景故事嘅地方就 OK 㗎啦。翻咗學校咯，睇睇下。所以呢套書咧係適合比較大少少嘅小朋友㗎，可能6歲啦，甚至乎咧小學去到咧去到小學10歲咁樣咧都適合嘅，因為佢哋開始會睇好多嘅英文嘅文學啦。好啊，說不定能找到一些靈感。頭先佢講嘅 Annie 同埋瑪麗就係呢度啦。頭先媽媽前面講咧呢度啊。你找到那位醫生寫的書了嗎？沒有，但我找到另外一本也很有趣。全部嘅地方都可以點讀嘅，示範俾大家睇下。惡名昭彰的加勒比海盜。就照我說的方式部署船艦，明天一定要拿下這座島。我係出名嘅海盜船長咯，咁啊仲有女仔做船長噶啦。跟住咧打開咧，呢個又好得意喎，咁大本噶，就直情見到晒咧成個海盜船入邊嘅情況啦，又有炮啦，大家個本來係咁嘅，本來咁嘅嚇。係啊，紮住咗啦！海盜瞓喺邊度㗎？原來係瞓吊床㗎咋。暴風雨嘅時候咧，都可以瞓到，唔係會咧跌咗落床。你話海盜係點樣打發生活㗎？成日都喺個海上邊。咁所以你會覺得，其實真係聽情景故事就好重要。啊，全部都可以點。弄好了嗎？別理他們，居然還有心情唱歌。佢唱歌。天氣唔好啦，要收起個帆啊！手忙腳亂的好吧？好辛苦嘅，因為佢好大塊。因為大家咧，是要跟暴風雨叫囂嗎？唱歌可以鼓勵士氣。趕快收帆！超得意啦！呢度咁多個角色，每一個人講嘅嘢都唔同。你還好吧？腳都流血。你還好吧？腳。風越來越大了，兄弟們動作快！天氣開始唔好咯。連地下呢度啲水就係水聲啦。洗甲板，洗甲板。有個聲音，佢哋做緊咩啊6點、3點。喺度讀緊錢咩？7點。
咁啊，經過咗呢一個海上海盜船上生活啦，又有中途嘅補給站。咁大家見到啦，佢哋好長噶嘛，好多嘢噶嘛，所以咧我哋呢本書嘅點讀小卡咧，點讀小卡咧就係我哋出街最好嘅小伙伴啦。你睇下，佢會將頭先咧成個 chapter 嘅無論呢個歌啦，就係嗰個Kitty Dog 嘅主題曲啦，睇下每一個 chapter 嘅故事咧都擺咗落去，可以由頭聽就得，可以咧咁樣帶出街咧，咁就唔使成本書咁攞走啦。好，船長嘅屋，跟住船，好補給站。咁啊，佢哋會去海上打獵，會做啲咩？睇下，哎呀跌親！呢啲係我細個仔最覺得佢最搞笑。還是幫這隻起火？係咪啊？是幫我還是幫？你要捕魚啦，你睇我咧就會做啲咩咧？去補給啦，修理翻隻船啦。喂，原來佢哋清理嘅船咧係要幫手咧，將啲藤壺啊、好多貝類啊、藻類呢啲嘢剷咗先得啊！如果唔係咧，會影響佢哋嘅航行㗎。原來珊瑚都可以幫手清潔喎。你睇下，清潔咗之後咧，咁就乾淨晒啦，咁咪可以咧游翻層瀝青或者游翻啲油。佢要補給淡水，因為咧佢哋永遠喺個海度嘛。你有冇諗住喺個海嗰度咧，全部啲水都可以用得喎？原來都唔係㗎。好，你睇下好似個望遠鏡咁樣，望到啦。睇下呢一個。小寶，你看，畫面看起來就像是從望遠鏡看出去一樣。係咪啊？呢個就係兩個小朋友咧，佢哋兩個用佢哋嘅角度咁樣望出去。原來曾經連咁勁嘅凱撒大帝都俾人綁架過㗎。呢套書咧就好適合啲好中意歷史啦，好中意咧有時睇加勒比海盜咯嘅小朋友。咁我哋知迪士尼啦，都有一系列嘅電影啦。咁所以咧呢一啲書咧都好得意喎。我哋中國大陸嘅海域都有水盜、海盜。如果他追上我們，我們就會被送上絞刑台。快逃！所以發現咗船隻之後，佢哋會點啊？係陷阱嚟㗎，佢掛上普通嘅旗幟，扮佢哋係同佢哋一樣。你睇下，扮佢哋一樣都係西班牙。但係當佢哋行到埋去嘅時候咧，佢哋就會點啊？通常就叫小個先生幫手。得啦，其實佢哋係海盜嚟㗎。Jack Sparrow 咁樣啦，警告射擊。佢係咧首先會咧開一個禮炮，之後咧就係逼佢哋投降。好啦，咁啊就殺上咗船度登船戰咁樣。好，咁你會俾大家見到咧呢套書嘅小機關啦、揭頁啦。咁咧第4輯、第5輯呢啲咧就越嚟越比較大嘅小朋友，而且係一個深入嘅一個主題嘅單元咁去講。咁咧大家睇到第1輯啊、第2輯嗰啲咧，就可能係一個主題，可能講交通工具啦、講地下世界啦、講10萬個為什麼嗰啲咧，就會係概括啲，有多啲唔同嘅主題啦。咁咧越高嘅年齡選擇嘅時候咧，咁啊佢嗰個主題咧就會係越深入去講。咁啊，曾經咧都會講呢一個度啦，好精美嘅書。到托爾丁島分戰利品嘅機會，姐弟2人決定去看看。咁啊，最後咧亦都係同一系列一模一樣，都有個小知識大考驗嘅地方啦，會將咧前面講過嘅嘢講翻出嚟。譬如頭先我哋有個島啦，係最著名嘅海盜查閱啦，就係呢一度啦。馬來西亞都係喺沙巴附近，亦都有佢哋自己嘅據點啊！你睇下，遲下。咁啊，好快同大家呢又睇埋。想想也很合理。他們把戰利品互動知識書嘅第2本，咁啊古老城堡咁啊，除咗點呢個小知識，就發現呢一個點讀嘅小 reading key。互動知識書。我就中意呢本多啲嘅，因為呢本咧係講得多啲城堡。邊個一個國家最多城堡啊？喺法國啦，或者其他地方啦。佢中世紀嘅時候咧，嗰啲人嘅生活，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本有趣啲。嚟啦！你們2個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在城堡裡面亂跑哦。好，爸爸
得意，可以特登入去㗎。其實呢度咧個城門頭會咁樣㗎。拉起城門。我開翻佢喎。放下吊橋。拉起城門。放下吊橋。OK，睇下又會有城堡入邊嘅士兵。差不多要換班了吧？換班。我餓了，哈哈，等一下就可以去吃飯。咁啊，中世紀成日講 Middle Eve 嘅時候係咩時間咧？你會見到咧，當時咧嗰啲護城河啊、城堡係咁樣噶。中世紀咧，西方時候，古羅馬時期結束之後，大概1000年。咁即係以前啦，茹毛飲血嘅時代啦，跟住咧就係希臘嗰個古典時代啦，跟住就係中世紀啦。即係分咗階如果你大家有讀 history 啊，分咗階級嗰個嘅時代咧。OK， 好，又係啦。書嘅後邊亦都有好多嘅地方。咁因為唔想影片太長啊，所以咧都係俾大家睇下。嚟睇緊長真。公主，請把你的頭髮放下來。我只有繩子，沒有那麼長的頭髮。你話佢係咪搞笑啊？也可以啦。咁啊，長髮公主，佢諗住自己係長髮公主嘅地步啊嘛，係咪啊？嗱，呢啲係邊個啊？有公主啦，有英勇嘅騎士啦。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？頭先係有冇有人入咗嚟啊？請問需要人手嗎？你會打獵嗎？你睇抓起是取好誇張㗎，呢度都有㗎。兒子，你吹酒窖，裝一壺酒過來。酒窖。喺城堡裏邊嘅生活，咁啊，見到城堡咧有唔同嘅地方啦。喂，不要偷懶。呢個好得意。嚟幫忙保養武器。我仔最中意睇呢個，係便坑，你睇下佢就咁樣。跟住咧仲有兵器庫。要是有不認識的人打開這扇門，你就要大聲叫，知道嗎？知唔知道啊？好。打鐵師傅，你可以幫我修一下車輪嗎？我急着要用。父親大人，現在有空嗎？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。冇錯啦，睇下嗰個城堡嘅後邊。好，咁啊睇埋呢度，城堡嘅主人又叫領主喎。他們在審判案件，這也是領主的工作之一。哎，是什麼樣的案件？我記得是菜農和養豬農的爭執，養豬農的豬吃了菜農的菜，菜農就來找領主評評理。中世紀沒有警察嗎？食咗我啲菜。中世紀基本上是由領主負責主持正義，解決糾紛。如果有人犯了嚴重的罪行，領主也可以把他關進監獄，懲罰他。時候咧，其實叫小朋友去比較下，到底現代我哋嘅生活係點？我哋冇領主嘅喎，咁係邊一個人負責去主持法律嘅法治咧？這個我知道，中世紀社會分為三大階級，一個是勞動者，像是農民、工匠和商人等平民，他們人數最多。第二個是神職人員，像是神父、修士和佢話點解會有塊布啊？就係唔想嗰啲木吉篤劈劈。記唔記得咧？我哋講嗰個圓桌會議啊，圓桌武士圓桌會議就係咁啦。King Arthur 嘅時候。藏龍卡一起掃的話，我就掃。所以你明白點解我話我中意呢本多啲，因為同我哋平時睇嘅書啦，有好多嘅共通點嘅。歐洲有好多城堡啊。不用掃，為什麼？這是用來保暖的，因為冬天的城堡很冷，濕氣又重，除了稻草之外，牆。
成本書最吸引小朋友當然就係騎士 Knight 啦。點樣先可以做到騎士啊？大碗湯當然會撐啊！跟住呢度，係乳酪蔬菜濃湯唔係佢太好諗咗係喝了嘛！家記住睇頭先後面有家族嘅徽章就係咁嘅意思啦。家族嘅徽章。志剛哥哥，你身上穿的是什麼啊？睇下徽章嘅字號入邊先至係個盔甲。穿在盔甲裡面可保護騎士，減緩衝擊。對，大哥哥是志工，幾重也是啊？騎士嗎？沒錯，這個沒辦法你睇下，活動有人係咁嘅色，有啲人咧係黃色、綠色，亦都有唔同嘅代表唔同嘅成組，咁就會唔同嘅色啦，而且唔同嘅戰士紋章。所以一定要長大之後才能當騎士嗎？睇住沒咯喎。錯，不過要從小接受訓練。一般來說啊，小男孩從7歲開始7歲開始就可以啦。使童，一邊練習騎馬和使用武器，一邊學習禮儀。大約個個都係就咁抌垃圾嘅，污糟啦。年輕的侍童會成為騎士的侍從，期待武器和盾牌陪騎士作戰。到了18歲，他就能參加授勳儀式，在典禮上受封成為騎士。好，咁啊，好快同大家睇咗呢兩本書嘅內容啦，亦都唔想咧將所有都揭露俾大家睇啊！睇下幾勁！呢個係巴黎聖母院，因為佢要講翻當時喺巴黎亦都有好多嘅城堡啊，同埋教堂噶嘛，係咪？冇錯，我覺得呢本好好啊，呢個位睇下先，俾大家睇呢度。把彩繪玻璃遞給我。好的，彩師傅。繪玻璃，大家要記得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會見到好多嘅教堂，有人原來係咁樣油顏色，有人拼咗啲彩色嘅玻璃，有聖心堂，有聖母院。聖母院咧都曾經發生過火災，見唔見到啊？佢就話俾大家聽啊，之前嘅人咧係點樣用呢啲咧簡單嘅機械咧去運送嗰啲物資啦，然後起到個咁宏偉嘅一個建築物。哇！仲有好靚嘅抄寫室，嗱就係 medieval 嘅時候啦。你睇下以前啲字，大家記唔記得啊？我哋有睇啲咧好經典嘅童話故事咧，咪呢啲字形嘅，跟住係咁。其實呢本書咧，真係俾多咗好多嘅小知識，一啲大少少有興趣嘅小朋友。因為以前你記唔記得啊？佢抄書啊咁嘅樣嘅咋。因為你睇 Snow White 啊嗰啲咧，Disney 嗰時候咪又係咁樣嘅。好，咁啊，以前嘅小朋友啦，喺學校啦，都係要學習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唔想拍多條片太長，我次次拍親 Kitty Dog 咧，我可以拍成3-4條片嘅。如果大家有記得，以前嗰啲有3本咧，係拍好長好長好長。咁啊，好希望大家咧，經過呢個小小嘅影片啦，會感受到咧呢一套書咧，真係做得好精緻。亦都咧係暢銷嘅項目，我懷疑咧 Kitty Dog 咧應該係去到第5輯咧，應該就係差唔多噶啦。咁所以咧你見到第4輯都絕咗版係咪？咁大家咧，如果真係啱小朋友中意嘅呢啲 topic，咁啊記得咧要好好地留意入手啦。勁啊！擲石啦，呢啲咧啲小朋友咧男仔嗰啲打開機咧，完全係〜好明白，好知道做緊乜嘢㗎啦，已經。噔噔，好，你睇下，好靚㗎，寶嘅盛宴。好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咧都中意今次嘅分享影片。咁啊，希望各位小朋友，如果咧都好中意呢啲書，好想有廣東話版嘅話咧，可以留言話俾我聽。Thank you。